大家好，歡迎大家返到嚟呢個頻道。今次港車北上系列想同大家講下返大陸抹車或者做汽車美容服務嘅小經驗。申請得港車北上，相信有唔少朋友會返大陸整車或換零件吧，又或者用最簡單方法，申請個山姆高級會員，就可以平平地抹下車。點計都平過香港。不過小弟都算係一個怪人，即使做定期赤車，小弟都只會返原廠搞嗰類人。可能始終我都唔係咁想俾其他車房搞自己部零手車，所以北上2年我都從來未試過在內地搞部車，最多都係入下游。連做咗山姆會員都無試過洗車服務，今次在朋友介紹下，幫我部本田做開原廠保養暨大昌行，在內地都試行緊一啲汽車服務，專為我呢類唔敢俾人亂搞部車嘅原廠怪人幫襯。大昌行在內地有幾個服務點，我今次試用呢個就係位於接近廣州嘅廣汽本田荔灣合成店。由香港揸車上去大約3個鐘，但如果你去開廣州玩，回程時亦可以不妨順便幫襯下。呢個就係店鋪實際位置，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去到目的地，只要說明來意就會有職員招呼你，不過記得入去之前先行預約，咁就萬無一失。大隻字寫明大昌行，實唔會搞錯。
呢度除咗有汽車美容服務之外，仲有二手汽車買賣，有好多仲係好新嘅靚車。不過內地買車要另外搞好多手續，我都係睇下就算。使用服務之前，先用登記佢哋個手機應用程式購買優惠券。佢哋啲服務亦唔貴，100蚊多少少就可以搞到全車廂內外清潔同打蠟服務。2、3個鐘頭後，師傅就將我呢部原本有1000年積記車抹得乾乾淨淨，真係好似新車一樣。處理完之後都不禁要拍條片記錄一下。下次你哋如去開廣州，就不妨試一下佢哋呢個新服務啦。
今日介紹到此為止，希望各位喜歡條片嘅朋友，記得訂閱、讚好同分享。我哋下條片再見。